想學拳嘅人，你喺呢條片度一定要學識呢一套拳。前打、側打、上打，呢一套拳其實好有用嘅。首先，當人哋出一拳嗰，你避開咗前打，就中咗人哋個額頭啦。不過同學千祈唔好咁玩，因為呢度太陽穴，你一打過去會嚴重嘅話會死嘅。所以咧，避開咗之後一打咗拳過去人哋度，跟住人就會跌倒啦。跟住佢起翻身，趁佢未開拳還擊打佢個腦呢度，跟住上勾拳打下巴。希望大家喜歡呢條好短嘅1分鐘短片，但希望大家學識點樣打拳啦！多謝大家。